已经有11档历史的府城二张杯全国中等学校篮球锦标赛，会用于讲是进入台湾 HBL 甲级高中篮球联赛的敲门砖。无论是传统的强队，或者是欧美的主台，每一队拢尽全力投入比赛。今年总共有52支的队伍参赛，比赛分高中男子甲组16队，高中男子一组有24队，以及国中男子组12队。比赛会用讲相当激烈。比赛将连续6天伫延平国中、甲伫光远国小的体育场来登场。13号上午举行开幕式，包括台南市府城篮球协会，还有立委、议员、服务处人员拢到场，为选手来加油打气。拍篮球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啦吼，所以今仔日会使讲来自全国各所在，即好比如讲志主堂伫延平国中即大礼堂即所在，来亲子来安尼拼一个输赢一个吼，但是运动是一个足好的即个运动家的精神啦吼，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啦吼，所以我特别代表议长胡丽丽，祝今仔日即个全国中等篮球锦标赛会使非常圆满成功。代表郡县、邻郡县来欢迎我们在座有些在地的外地来的朋友、外县市来的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加油！不管输或赢，来这边就是交朋友、学球技，让自己的球技本身更加的进步，然后交到一些其他学校不认识的一些同学或者朋友们。在这边最后也在这边祝福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圆满成功。那场比赛非常刺激非常的激烈，非常刺激，都是有职业选手的架势那也不愧是我们虽然才高中生，但是非常非常的强。我想我们这一次是来自全国的各位高中、国中一起来比赛，也预祝我们现场每一个队伍大家可以心想事成，得到自己想要的好成绩。最重要不要受伤了刚刚有一个他撞到头，我看蛮痛的要注意安全那最后祝大家得到你们自己想要的好成绩，感谢各位。会中台南市府城篮球协会理事长华准林嘛特别颁奖感谢赞助单位，同时嘛欢迎喜爱篮球的市民朋友同齐进场来观看比赛，为台湾的篮球来加油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